正漢的鼓聲氣勢十足，洪天成鼓、西門實驗小學太鼓隊以及龍獅戰鼓團輪番演出，替2026加油安平廟埕鎮天節揭開序幕。安平雜景甲頭宮廟代表主持咧會場，向整地方信仰文化的大團結，也正式宣布今年活動將佇咧5月23到24盛大展開。我們對於傳統文化還有民俗的一個提倡跟維護哈，大家很多學校都不遺餘力，有非常強的文化團體，也有非常用心的學校，大家一代一代的這樣相傳。規檔來吼，攏有市政府吼，甲咱安尼到支持吼，會當互阮吼，甲咱的這個優質的那個宗教文化的活動吼，我們把它延續下去，然後同時呢，能夠帶動這些那個青年跟少年人吼，往正向的這個方向去走。今年活動規模全面升級，推出5大亮點，其中包括台南市市長杯以及安平媽祖全國杯龍獅歌藝錦標賽，將組織全國龍獅甲歌藝歌手工場比賽。另外也規劃婦幼歡樂宣導甲親子拍鼓體驗。而邁入第4檔的廟埕菜雞嘉年華會，今年更擴大舉辦，同時頭擺推出親子行塔參觀活動。比如說，我們認識安平年後宮，我們的媽祖它的這邊的那個建築的架構啦、構造，我們結合了這些在地落地，讓大家可以看表演、看比賽，還可以認識在地的廟宇文化。除了廟埕活動之外，民眾也會當食安平老雞、古蹟以及特色美食，在鼓聲甲信仰的熱鬧氛圍當中，感受台南安平的文化魅力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